即摆全世界拢咧竞争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当然嘛包括台湾在内。卫福部是六署昨来宣布，核准着台湾国产的疫苗国光生技来进行着第一期的人体临床实验计划，按8月底要来执行。也毋过，甲全世界真侪大厂比起来，台湾也是慢一开路。人英国、美国甲中国拢已经进入到第2期、第3期的人体试验，咱台湾才拄啊起步。这个国内感染科的医师讲，台湾今年恐惊也是无疫苗，大家也是爱做好着个人的防护，才会当继续来维持着社区的安全。第2波疫情步步逼近，各国疫苗赶紧研究。台湾的国产疫苗嘛抢入是六署临床试验的大门，8月底顺利要进入第1期人体试验。目前是规划收治健康受试者大概68名，依他的计划书，今年年底可以有初步的数据，让他去提出他第2期的试验的规划。是讲，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台湾的速度有较慢。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研究的疫苗进入第3阶段人体临床试验，估计年底会量产。英国牛津大学甲药厂合作疫苗嘛，伫第3阶段测试中，上紧10月份会使上市。中国北京科兴嘛已经伫进行第3阶段的试验。别的国家他们都已经做过很多疫苗了哈，常规疫苗他们都有在制造了。那我们台湾唯一有做的疫苗其实是流感疫苗，而且是用鸡培养的啊，所以我们的疫苗制作的基础跟经验是非常少的。是讲疫苗研究出来到底有效啊无效？医生强调讲，差不多要等今年住过了后，等明年的春天、秋天才会知影效果。那今年呢，台湾恐惊嘛是要用老方法，先将本身的防护措施做好，边界顾好，才都避免大规模的感染。